中华县传统表演艺术车古镇保存者施朝阳，伫这个月初一过往，食到93岁。伊伫咧1983年开始投入社区营造传授车古镇的基基。文化部也会颁发奖扬章，感谢施朝阳艺师伫咧车古镇这项无形文化资产的付出甲成就。 中华县传统表演艺术车古镇保存者施朝阳艺师，伫这个月初一过身，食到93岁。伊自细汉就缀老爸学车古镇表演功夫十层，生动活泼的唱曲、押韵趣味的歌词内容，真有观众的喜缘。大家拢认这位两撇喙手的，只要施朝阳出场，大卡就有笑声。阮去台北做吼，某一届做迄个新名的，伊敢若麦克拿起来安尼讲的尔，规个谱仔咧叫，伊咧讲的足紧的，啊，佮连续啊咧，佮有迄押韵啥物安尼，大家听了拢足喜欢安尼。因为做这车鼓的头前吼，生意真好，一摊佮过一摊。阮是缀阿爸较喜欢这种的迄个，所以就一直爱饲这家庭。 车古镇除了人车鼓，重要的是小戏的表演。施朝阳艺师有法度家己编戏、家己演，话戏功夫嘛真厉害。伊伫1983年开始投入社区营造，传授车古镇基基。伫1988年成立中华好美雅高在地车古镇，甲后生新妇全台湾行透透世界表演，嘛真注心车古镇的传承。对囡仔吼，甲囡仔做教因敲啊啦，啊教因迄个骹步手路这个过程吼，啊其实阿公甲囡仔讲一寡话吼，啊我感觉甲迄个90几岁啊继续做车古镇的这精神，已经不知不觉啊传啊囡仔。 传统技艺推广协会理事长表示，施朝阳艺师甲车古镇结缘一世人，伊总是满面笑容，就亲像车古镇的精神，花头喜面，用笑声面对人生，甲快乐带予观众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